快点盯着他看，他现在要弄一个厉害的 solo， 看多厉害。好，他现在背负着5000块的压力，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鼓手阿海。在哪里？我现在就要抱抱你。我像是迷离，我看的目不转睛。关于爱情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像是迷离，我看的目不转睛。关于爱情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谢谢。